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對伊朗戰爭嘅睇法大有分歧。呢個就係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咁佢呢就呼籲民眾，即係美國嘅民眾啦，每日跪喺度祈禱，咁以耶穌基督之名為美國在中東咧取得軍事勝利祈禱嘅。佢本身係一個基督教嘅福音派教徒，佢時時咧喺從自己嘅信仰角度咧嚟解讀中東嘅戰爭。佢就話上帝同美國站埋一齊對抗伊朗，一個擁有9000萬人口嘅穆斯林國家。佢仲話我哋喺中東嘅行動唔單止係為咗地緣政治，而係為咗呢個破碎嘅世界確立正義。我哋要奉耶穌基督之名祈求壓倒性嘅勝利。上帝同我哋企埋一齊對抗嗰啲試圖毀滅文明嘅敵人。呢張相咧就係大約20個牧師圍住特朗普啊！中間呢個特朗普美國總統，咁咧為佢祈禱嘅。咁佢哋其中一個牧師講咩呢？我哋會為上帝嘅持續祝福同埋恩惠咧降臨喺美國總統特朗普身上而祈禱。我哋祈求嚟自天上嘅智慧充滿佢嘅心，佢嘅思想。主啊，你會喺我哋今日面臨呢啲挑戰嘅時候引導佢。我祈求你嘅恩典同埋保護臨到佢。我祈求你嘅恩典同埋保護臨到我哋嘅部隊，以及所有服役於我哋武裝部隊嘅男女軍營。父啊，我哋祈求你繼續賜俾我哋總統領導呢個偉大國家所需要嘅力量。而家到天主教睇法點啊？呢個就係現今嘅天主教教宗良14世。咁天主教嘅睇法點咧？呢位良14世亦都係美國人嚇。頭先講兩個人美國人嚟嘅，全部都美國人嚟㗎。咁咧就佢講到話佢引用以賽亞書1章15節講，即使你哋舉起雙手祈禱咧，我都唔會睇；即使你哋多次祈禱，我都唔會聽，因為你嘅手沾滿咗鮮血。呢度講兩隻手舉起祈禱。呢幅相就係啦，猶太人祈禱嗰時係舉起兩隻手㗎，即係佢哋做到足嘅，但係神都唔會聽佢哋，因為佢哋嘅手沾滿咗鮮血。咁教宗繼續講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上帝，耶穌和平之王，佢反對戰爭，任何人都唔能夠利用佢嚟為戰爭辯護。耶穌唔會聽發動戰爭嘅祈禱，而且會拒絕佢哋。佢引用耶穌受難時嘅典故，當門徒掹把劍出嚟嘅時，耶穌斥責佢哋話：收返把刀啦！凡動刀嘅必死在刀之下。係馬太福音26章52節。天主並非如何毀滅生命，而係賦予生命。當你哋喺摧毀同類時自認為勝利呢，喺令人恐懼時自認為偉大呢，呢啲完全背離咗耶穌基督嘅道路。呢個就係天主教嘅總主教啊，羅格里奧，佢亦都係美國武裝部隊全體天主教隨軍牧師嘅領袖。以上講嗰幾個人全部都係美國人嚟㗎，一部分係基督教，另一部分係天主教。而家講天主教呢個嘅總主教點講呢？個罕見公開質疑美軍嘅行動嘅正義性。佢話呢，自己正面臨來自前線士兵嘅巨大壓力，好
好多年輕嘅天主教士兵問我：神父，呢場仗係咪正義嘅呢？我可唔可以拒絕執行命令呢？嗱，良十四世呢，就警告唔好以耶穌基督嘅名發動戰爭。佢一隻主日講到話，耶穌唔會聽發動戰爭者嘅祈禱，反而會拒絕。教宗跟住講，耶穌冇武裝自己，冇自衛，冇發動任何戰爭，而係展示天主溫柔嘅面容。而天主一向反對暴力，又指耶穌冇選擇自救，而係甘願被釘喺十字架上。咁喺復活節嘅文告，教宗點講呢？佢呼籲全球停止戰爭，選擇和平，應該放下衝突同埋權力競逐，透過對話尋找和平，而唔係以武力強加。當今世界正受到戰爭同埋仇恨影響，人們咧逐漸對暴力感到麻木。佢呼籲持有武器者放下武器，有能力發動戰爭嘅人應該選擇和平。嗱，而家講頭先嗰班人全部都美國人，佢哋都係信同一個神，讀同一本聖經。天主教話唔好發動戰爭，唔好打仗，而基督教話要打仗。咁究竟邊個先係啱呢？